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7，旧历的2月24，礼拜二。新冠病毒冲击全球，台湾防疫的表现同世界学老。除了第一线医护人员的付出，除了政府伫第一时间启动跨部会合作之外，上辛苦、上爱感谢就是7万的警察的投入，引用侦办重大刑案的方法，用科技精查的手法。 全面来掌握到确诊者的接触史，掌握到隔离者的行踪，所以会当阻止到疫情的拓开，这个警察是有真大的贡献。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者行踪不明，是要安怎掌握？除了主管机关以外，行政单位嘛是重要的关键。像进前新竹林姓男子，和主管机关找无到人，也是透过警方查封亲友，搁再加上监视器等等方法，总算联络到本人，和林姓男子自行告案。一个人就不要乱跑，就住那边就好，因为比较方便。 防疫期间，警方嘛属于一线人员，办案现场拢有准备吹暗、手套，防止接触甲烂手感染。进出检警单位卖量下温、喷酒精消毒。若是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民众，随便外出或者是找无到人，警政单位就以办重案要犯的态度，透过路口的监视系统，或者是个案徛街周边监视器，连带结合手机通联记录定位，也有车牌号码。 等等系统追踪个案的行踪，嘛加做防止疫情重要的关键。例如调阅监视器，还有电访，还有比对他陆续性的资料，来逐一的去查访，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能够将这些失联者全部都把他们找回来。 对维护治安甲防疫工作，全台警察拢徛伫第一线，警政署投入7万名的警力。 关键的时刻，结合智慧科技，全力围堵防疫漏洞的可能。